那人讲退休的人的听说会变多唔似呢？法用同學會但是會邀請一啲來賓去友誼人才嘅同學完成夢想。今日係哪一鄉親愛情同學圓夢呢？如有眼一用，評論亦能展開一場貴氣貴盛發的同學會啦。我今年74歲，已經上了10年社區大學。對我來講，人人都冇畢業嘅時候。做咩呢？我要盡上禮拜啊，學習嘅機會，係因為我要彌補過去我讀小學冇讀得嚟，想要升學嘅遺憾。我老師就問我啊，講女妹成績也好，你又唔考，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，就我心就很痛了，因為我家窮，冇書好讀。來幫俺妹冇錢，我幫俺讀書，那我只好就讀了就業班好了。我啊，今日啊，我來訪問的係牛妹姐。聽講伊一定的無限哦，如明年呢對早晨頭開始擺滿的行程，二來也路卡前面我先主文哦。唔過伊唔單止答應呢，還講呢，我硬呢來也路卡識煮，所以我發現唔過有媽媽嘅面試當然我來識啊，像我嚟前面可能天白來也路卡哦，按講哦，你看他路係伊種嘅伊按到發通嘅人。嗨，嗨 ，hello， 太犀利高潮，謝謝，幸福眼來識煮，非常期待。好，咁而家已經睇無限啦呀，無限讀出啊，你都來識煮呢？哦，今日做地聽書嘛嘅嘛 ？OK 啊，來啊，好啊。熱情嘅牛妹太子，真正有養係一個實業好熱世嘅人，對於來講學習難係難。只講唔學路天才會退步，仲會引起學新嘅事物。即個能冇用下班路路口嘅，也個按很學嘅牛妹太子，今日人哋睇下談論伊，天才未會學到幾多。按就好，我就拖啲仲係吹啊！我唔記得有用嚟拖，有用嚟拖嘅。出個拖很亂掉嘅呀，你試試下床喺度難練得嘅。好巧哦！我哋一擺禮拜訪。牛妹姐啊，都係行講唔係非常上進的，上進唔敢講啦，假是講自家頭擺冇讀到嘛個書啊，假出自家出講生源太咧，學太咧，還有個時間啦，還出實去讀業補校嘅。係啊，我聽講牛動道嘅做乜嘅透過動道嘅無窮用嘅學校沙期太學啊乜嘅，啊唔本單唔講唔係讀到小學。我小學畢業啊，我環境冇好啊，我媽媽冇錢學幫我讀書啊。嗰時家下冇機會讀，個太爺如果想講有機會捱落去讀書。對，有機會我就想要去。唔過種讀國中已經係一度歲，我40兩歲了吧？就算40兩歲行係。對，還說還個孫子還帶去誒。老師講哇，你帶着孫子來讀書啊？哦，對啊，那我怎麼辦？我孫子沒人帶。牛妹太子46歲嘅人呢，在個多陣去學校讀國中也補教，補足以限歲時冇辦法繼續讀書嘅結果，就算我帶論孫嘅鄉下去，而未愛讀畢春日，現時一路也一啲孫嘅嘢，而想自家係自家記雜嘅事，學過多啊東西，那我有辦法嚟教孫嘅讀書寫詩，好好嚟教育伊。你都帶讀過一道中課啊？有留嘛個記錄嘛？有啊，有個習上，我們一年畢業都有那個證啊。國中畢業也有那個證，有留。那我要去拿。好。我男兒畢業種子喎。係啊，青島喎。哦，按島喎。係啊。交嚟看一下。係成績單哦。也是喺外國種來呀。哇！我的學生證啊，後面蓋滿咯，我真的有修完了，真的哦。這個好像我的愛給整來，這個是畢業典禮的時候，國中畢業的，對，畢業畢業
哦，我哋吼，就读喺原来松年大学嘅天路班啦。哦，英文绘画，嘛，佢旅游好呢。嘿嘿嘿，加干泡啊！这个就是我毕业的毕业照了，就是那个乐林松年大学第7届了，第7届。那个呀，哦，就是读到硕士了。哇塞，有放帽子哦，我有读到。哇，这个12届了，你看。哇，你上好多年8届，对，我读10几年。牛妹太子听爹爹的同我分享，20多年来精彩的求学记录，看到我祝福。可以证书一張又一張，真見路係頭班人講嘅學會無礙、學無止境嘅模範嘛。什麼角度路安你聽哦？牛妹太子一路卡度和刁嫩，一面又一面嘅獎牌，係看起來路像風浪樣嘅。冇上牛妹太子還有年底嘅才藝哈。我偷偷打做主啊，按到嘅獎牌咯。我獎牌啊，順利啊，家己大福星啊，大福星得了獎啊，大大小小獎啊，有冠軍，有什麼總統杯啊，什麼全省啊，什麼都有。哦，伊係全級嘅哦。嘿，佢最先是全級嘅，啊，後面豎團體、腳團體，啊就停了，停了，佢咧他就都健美先生，肌肉男啊。肌肉男，對哦，假如係唔秀一胎嘅係咪 ？Yes，佢就從生來學嘅。哇，厲害哦，可以養出健美先生啊！你這年輕的佢自家運氣出後尾啊。哦，誒，以前咩冇 PCA 秀多一案，太囧係咪？講誒，嘿呀，大家有新出啊。牛妹太子陸君因同我講，以土孫嘅一案多年來嘅經過同感想，對拍槍有本順嘅嘢寫下個位，到入項目接上去參加खेल米比賽，拼到點數，講起孫嘅一路改豐盛。講嘅我都是咪嘰里咕嚕起來嘅，關鍵睇到牛妹太子開始了料理基本當中愛食嘅飯傳啦，冇聽錯注意傳飯路啲，而係用嚟學出खेल米欣賞嘅哦。要出鍋啦！耶！香菜開飯咯，開飯咯，係香呢。姜麻咧，嫩姜麻自家做嘅呢。哦，食看啦。我滷肉嘅，我邊樣下？我呀，最強嘅米絲，姜麻拿轉來，所以香的時候我就切晾乾，還要晾乾水分咯。然後我就放一點鹽巴，放一點糖，給它先殺青，大概醃超6個鐘頭。我喜歡這個紅蘿蔔。也感覺好食呢。好食咯。啊，也同難學。我咩唔啲同埋好嘅。係哦，這個滷上多滷做。這個上多這個。咁韓式有生哈，韓式我爸爸會滷姜啊。爸爸滷嘅米絲，你還記得哈？它就很酸咯。啊，你這個滷係唔用你這個好嘅米絲啊？錯啊！牛妹太子意思伊嘅基材，一步一步嘅料理出，像伊爸爸做嘅好米絲，用米色來好好保留伊對爸爸嘅感情。不過牛妹太子嘅好手藝，還唔單搶安尼聽聽哦，伊不是還會問到嘅料理出，算係代表伊自家嘅風味。像一盤糯米，都係牛妹太子嘅私房菜哦。試試看啦，看我梅頭，你個隔日嘛。好食嘛，好食，唔會太鹹。你係用哪個攞嘅滷包嗰種？滷包我自家配的啊，自家配。我自家配。沒有嗰種片嘅哈？我唔係嘅片，該料清多啊，我冇按多啊，我做滷料嘅東西簡單，按適度唔會煨面安尼就好。咁你生意又好食？哦，生意好食啦。你講孫你咩好食？好食啦。咁而能會攞冇？唔會。唔會哦，食譜都當重要啊，係咪？你下下來，但是你節奏啊，你要曉得啦。係啊。我用把嘢來冰滷包啊，我煮幾久啊，每套就出來，人家就這樣沖落去，沖落上幾個我滷15分鐘，都會燜30分鐘。所以一條訣竅唔如果下進去，冇下啦，弄是得冇下咯。哦，嗰種牛妹姐唔本單滷對。煮食都有興趣哦，因為爸爸係種鋪誒。哦，係哦，嗰種食嘅東西
对于你的卢卡尼来讲，那个连接好像还蛮重的哈。对啊，那是有连接，大概就是我看我爸爸在做啦啊，这样子就晓得讲。乱宽宽啊，宽宽啊，我有那个印象啊，我自己就会去做料理啊。有时候我会看电视，有宽宽啊，路有兴趣啊，食多肉就学多肉啊。不过你们还会去剪给嘛个食谱嘛个耶？我就兴趣嘛，就是剪剪贴贴嘛。原来牛妹太子过后囤报纸也是抄自方嘅食谱剪下来，囤掉到几本呢？伊也嘅心头同俺哋日白嘅人梦计划有关冇呢？日本係咪？日本有食谱啊，有历史嘅，哦，你有食谱嘅啦。我就剪两条东西啊，就会剪。这个都是我自己剪剪贴贴，就喜欢食谱的。你记得你都谁会是剪吗？我女儿是22岁生的，她读小学1年级，不是就有那个社论嘛？我就开始就剪这些啊。他们剪社论，你剪食谱。对。刚有一种烹饪课哈，我冇上啦，因为你上食谱课比较，钱较多啊。我要养3个孩子啊，我又冇法度啊。假是有一啲机会，我想要做嘛，做一啲自家嘅食谱。想啊，系啊，不过成本较贵啊，我就冇法度啊。也个节目有机会，俺哋来做安尼嘅事情咯。有大家帮助啊，我就心痛咯。大家向下做，咁有快乐哦。系吼，你坦诚做得起嘛？如果大家做得同向下来做一件事情呢？像我做看啊，那冇做啊，我咪啲啲度很難唔明呢。有種嘅東西夠困難啊。係啊，做得有困難。做困難，做困難，做大家都歡喜啊。做一件那個，佢記得就會做乜嘅名菜。假如按向下大家做呢，夠啊做得啦。好啊，今日嚟吃困難。係啊，吃困難。太子想到愛囤伊嘅做廚功夫，寫做食譜，共愛改多，伊感覺有失敗為難，伊唔多想。好在大家因鼓勵伊，伊能講好來自困啊。是講愛尋哪隻時期嘅同學向下來完成，也向家傳食譜嘅計劃呢？尋小學我就冇聯絡咧，我就了下有我各種嘅夜補校嘅同學還有聯絡，我就向佢。3來讓我完成我想愛嘅記憶吼，我特別做生意嘅記憶，來完成講我爸爸、我媽媽留下來嘅古早味，我想傳下去，所以我就請我同學來向下大家來向下做，向下完成呢種夢想。牛妹太子決定我來尋多見路含有聯絡嘅各種野部教會嘅啲同學，總共愛完成家傳食譜一項夢想，咩按改式，聽說我有個鬥搭嘅姊妹盤呢，能做得相互配合來完成夢想。後天人生過後，關鍵由大家來見面，叫下來討論看啊，按用呢來完成一個夢想。因為今年伊團同學約好誒，伊咩團大家講誒，伊個新年哦，可能是大家是得提聽數目，我咪想我來談看啊，伊能我用嚟討論。嗨，大家好。嗨，我是呀，我同學。我同學坐，阿琪唔會講好。冇有記。你介紹一下。好，這個是傅淑慧。淑慧姐好。這個是鄭玉秀。玉秀姐。這個是陳淑美。淑美姐，大家好，我是易容。合作。
之前跟玉妹姐聊啊，知道她是念国中夜补校，对，然后大家就是夜补校同学，就是20几年前，25年前，25年前毕业22年，对，那个时候，因为玉妹姐有说她是带着孙子去上课，对，所以大家都有吗？我已经上了，快毕业的时候，孙子才有啊。哦，他孙子那时候还小啊，我们那时候他们都还没有，是我儿子比较早婚嘛。哦，所以大家都还是可以这样，就是家事做完，就晚上可以去。对，因为小孩大了，在空巢期嘛，比较有时间出来再进修。那个时候来上这些课，就觉得很好玩啊，很充实啊。我们也认真的有我们真的很用功的学生啊。哦，真的，谁成绩最好？都很好。我这里往脸上贴金。我有拿到奖状。哦，真的？哎，你有带吗？有，真的。我们2个有才艺奖，真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有比赛吧？有。比什么？我们比那个跳舞的国标。哦，我们还有比国标。对。这个我看一下。才艺奖。哇，好多奖状哦。对，我还有县长奖。哇。那有照片吗？有，真的，国中时候的照片。对，我要看。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大概你们都有在里面。有，这就是我。那时候我们出去比赛的是吧？那时候我们国中我们这几位就有聚在一起。所以你们都有跳国标舞。对，我们2个，他们代表学校去的。哦，代表学校比赛的。那你们那么熟，你们知道他有捡很多食谱吗？应该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没有拿给大家。很会做菜。哦，知道他很会做菜。有去他家吃过。哦，玉妹姐有讲，大家会1人1菜。我们这里就有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这个就是1人1道一道。对，这个是我们毕业的长桌菜。哇，这是我们规模那么大。对。哦，我们很快乐的毕业，大家。这是国中的毕业吗？国中的毕业啊。哦，毕业。这个是长桌菜，我们同学每一个人还不止做1道菜哎，有的同学做好几道。所以就大家都提供自己的拿手菜这样。那玉妹姐她就是因为她有食谱嘛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有没有可能把她的好菜留给儿子啊、孙子啊？她自己本来有点想说，不要好了啦，然后后来太害羞，后来觉得其实她也有一点想要做食谱，所以就请玉妹姐说，有没有可能邀同学啊，大家一起跟她一起做这件事？有可能吗？就是大家如果每个人都做自己的拿手菜，然后我们看有什么再加一点什么创意，对，然后把它弄成食谱，大家觉得可行否？对，很好，很棒，好哦。那这样子我有信心呢，真的哦，太好了。也得同學很強下來夜夢，要麼睇住路架個有信心，而先幹路架個天。講一擺難得的機會，叫來屯家傳食譜加強調嘅個有意義嘅秘希望呢，要改動安用呢來準備一擺嘅計劃呢。玉妹姐，你講你爸爸係中破菜，那除了這個，你們家還有做什麼嗎？我會做茶。你们家有做茶？有。那茶有可能拿来做什么吗？做茶餐料理啊，茶柜，然后做那个茶叶蛋，茶鹅很多，茶鹅啊，熏茶鹅啊。那会有，它有可能变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吗？有啊，真的。那我们就会需要去买茶，对不对？我以前是采茶姑娘嘛，我小时候，我是想有这个机会然后去采那个新鲜的茶叶，做一些料理，不知道行不行，可不可以？要找新鲜的茶，对，新鲜茶叶，那就要直接跟茶园才买得到哦，还是我们直接去茶园1日游？对，我们直接去现摘，对，有现场，我们就是现场。但是新店附近有茶园吗？要 Google 看看吧。好，我找一下，看附近会有吗？南港有講到愛做乜嘅，如果細數嘅也得睇姐姐無下年計劃，如隔天臨時出發去選擇茶先了。
我真想我哋撒下來睇茶園嘅班主邊會發生哪條事情，一群有好主意嘅太子姐又會慢慢出按多乜嘅計呢？那我們要進去了嗎？好，謝謝嘍，那你就帶路嘍。我想到南港咩有茶園呢？我哋來到南港嘅茶心之厝釋放場，因為這團嘢按到同行呢，係運動吧，講準備愛摘茶嗰本毛球用嘅衫褲，嚟看下是人運動用嚟嘅。大家看論西花樓咩，帶論立馬沙沙路前唱幾多韓式時摘茶葉嘅用嘅，規定一下。摘下來嘅重點都係摘茶了。那你呢？要这怎么采呢？看到这个要一心三叶，一心三叶好 ，OK。然后呢，等一下你看到有一心两叶，就这样一心三叶吗？一心两叶就一心三叶吗？是。好一，OK 心三叶，一心两叶，你就采两叶，好两种都把它采。 OK， 好好。一條太姐姐路上65歲喲，唔過睇按來嘅頭下，還係個有精神，個認真嘅睇嘅摘茶，唔會情開，咩唔感覺個嘢，我真見改福而能嘅法律。因為太子幾多而是熟到無人有按數嘅茶葉，咪幾萬起而還係4年嘅時間費業，我哋嚟談一個。安尼來到茶園，然後韓式時節茶配動態吼。哦，動態哦，現在按落了呀，唔是摘茶按多年了呀，70多年冇摘茶了。啊，會想到韓式嘅時節摘茶，就摘茶就覺得好興奮哦，就覺得我回憶童年啦。那小時候摘的時候應該不興奮吧？小時候摘的時候沒有像這麼簡單啦，因為我們茶沒有那麼高，它比較矮。那我都是要這樣子，哦，以前是比較矮的，對，所以採完腰就採完就在這邊啊。那時候我們沒有腰啦，沒有腰，對，哦，不會沒揉過啦，不會啊，年輕啊，我哪知道什麼腰痛不腰痛？7歲就開始採茶啦，煮飯啦，那時候就是覺得太陽很大，對，但不會覺得辛苦，沒有，太陽很大就採了，差不多要休息了，點心來了。那又有單車騎那個單車來賣夾冰的，然後我們大家就休息，吃點心，吃完了就一人 K 一支冰棒啊，涼啊涼啊。哦，韓式咩唔會想按到啦，不會，那完全就是以茶葉為重嘛。有冇太子對土小學嘅意思，來去偏摘茶、種茶，咪會行茶？每去路卡講茶園嘅日代，實在講是喺辦工廳辦辛苦，唔過爬爬揭揭出係一道很順遂嘅日代，做到本有冇太子嘅手上帶過去嘅。對於來講，人采嘅辛苦都像一層雲一樣嘅，做到看唔到分樣嘅，還記得腦視度嘅係清甜嘅茶香。摘茶摘到差唔多嘅，是講茶心上來變嚟出用嚟嘅料理呢，還係愛來開下小組會議討論一下。那我們現在就是茶也採到啦。那我們要想出要做食譜的料理，那大家有沒有想到茶可以做什麼？有茶葉來做得貴，麻煩啦，那個蒸籠又要蒸，你又要做那個還要做那個還有真的不方便。好，那你們有什麼？啊，我的 idea， 我跟你講，我的 idea 就是你得櫃來轉為我的手仔櫃。我的想法是做茶葉螃蟹。螃蟹，现在是夏天呢，去哪里找螃蟹是吗？对啊，哦，不好做，不要。对，还有什么？茶鵝也 OK 啊，茶鵝也是用茶葉下去，也是能夠。不是說很麻煩嗎？它是有一點麻煩，要醃一個晚上。對。
哦，真的、哦。一个晚上还不打紧，你还要蒸熟，蒸熟了以后，你还要用茶叶呀、米呀、盐呐、然后还用一个烤子放在锅里，然后还有那个架盘。茶蛾放在上面，然后锅盖上去，就是它有熏出来那个茶叶香啦、米香啦，还有盐巴啦，它这个味道就出来，它就冲到鹅的身上，就变茶鹅。解释好清楚，但是我们没有要做，是不是？是，所以它比较麻烦，小姐。我还有一个可以考虑一下茶叶滑蛋。哎，茶叶滑蛋，这个也可以传承啊。蛋又有蛋白质，啊，我们又用新鲜的维他命 C 有。原来还没有洗出菜啊！我感觉唔咩鬼简单总好哦，如果因为更加讨论的鬼久，能够从量出做得的，因为互相打枪吼，伫这里面大家要用的来讨论出洗出1等于1出安尼，大家来研究。除了做料理以外，我们还要写食谱，大家有记得吗？有记得。那要怎么分工？笔记这个记录，我们最年轻的做记录，记性最好，是不是？他给你拍照，我拍照，所以淑梅姐 OK 记，我们2个就做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大家会不会有觉得说，如果要加茶进去，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再更加分、更完整的地方？你们会不会想要问谁？如果有老师、有专家可以帮忙的话，你们会需要吗？需要，我们可以问那个料理专家。那需要我去找专家吗？需要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哦，那我就来负责找哦。总算参详好势，记录食谱，万人爱做乃风头路，美如本好势嘢。先祝福100位挑战成功哦！好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好，今日阮爱头路的哦，头头因为讲呢，希望做得有啲专家来推呢天数，故说我爱路来请伊的，爱有啲的。很有名的欣赏，伊不是睇天师风睇搞太家煮菜，煮专业的哦。打电话比看那是你做的天数嘛。喂，宝华老师吗？是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客家电视花样同学会的主持人易容。哦，花样同学会。对，老师，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有一群银发族的姐姐们，她们想要圆梦，把家传的食谱想要传下去，但是她们呢用了一个茶创意料理，想要知道专业人士可以给他们什么协助。是。那我可以带这些姐姐们去找老师吗？可以。哇，老师好，阿莎莉，太感谢你了。今日嘅机会完成了幽默太极，是想要去上做出课嘅愿望，有样很好拿。上课前，很多同学想要去菜市场买盘而用到的食材。哪一个漂亮？这个好吃，对，这个好吗？这个不好了，那再改吗？这边这个不好，那个也不好。这个好，这个青色看起来好吃。作文比较多的，也要做那个什么？我们可以做蒜盘子、豆仔粿，蒜盘子对，就是肚脐粉，还要炒米粉。胡萝卜，我告诉你们要怎么挑胡萝卜，好不好？看哪一种比较好吃？要买这个红色的地头，越小越好，它就越甜。做家庭主妇作为20年，也得太姐姐是为木主刚阿哥陆地起码嘅菜，为看照人买茶菜，食材冇嘛可能。将来伊能家庭来料理哪道菜色呢？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客家蒜盘子、滑卵、炒米粉，唔过伊从很强一项作新呢。同料理专家有所好建议的基因到位，咪就系真相就爱出来嘅。好，我们到喽。嗨，宝华老师。嗨，宝宝老师，带来一群姐姐。
谢老师，你的粉丝哦。对呀，对，哎呀，今天要来跟你讨教的，看到我都好高兴，真的，今天要真的好，麻烦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尽量。有冇太子同安多同學看到料理專家張寶華先生，如從係細粉絲看到偶像樣嘅，聽都講唔得。對於咱來講，請得到寶華先生一個做廚嘅大師傅，如從係本夢樣嘅呢。頭排看到電視同先生學煮食，也下面對面向下來料理，也經驗考試有樣真難得。嗰來料理那道茶餐未做得正式來公布了，有茶心滷雞髀、茶香米粉、茶心滑卵同香草酸盤子。你愛完成家傳食譜嘅夢想，做得講引來引群了呢。大姐，我們下一道菜煮什麼東西呢？煮蒜盤子。什麼叫蒜盤子？我都不知道呢。就是小的時候，我媽媽會做給我吃的，叫做豆仔粿。哦，就是肚雞啦，肚雞粿啊。有。哎，做湯圓出來一個圓圓的，我們就這樣子按一下，它就有個洞。哦。我們就可以分一道鹹，一道甜。做鹹的話呢，我最好再加個你們客家最常用的叫做紅蔥酥，對，再放一點蝦皮或者蝦米，提它的鮮味出來，提鮮。先生段真有30年教人煮食的經驗，一談下到料理內容，兩時路上到一個秘密武器放落去，面試路嘅家當站，佢都係紅蔥酥。有先生睇順後指點，也就這咩開始一撒做一行，大家各有志音。現在在做什麼？我現在要找那個蛋的潤準備做花蛋，潤準備做花蛋，差不多6個蛋就好。肉絲多切一點，我的蒜盤子。對。因為比較粗的葉子哈，我們要做那個粿啊，這個切的葉子。這個烏龍果啊比較好吃。我就先殺青嘛，對不對？我要做那個蒜盤子也殺青。你要殺青嘛，我就幫你殺，好不好？好，殺。這個殺青了，它顏色都比較漂亮了。茶的味道出來，怎麼樣？哦，所以這就是去它的苦澀的味道。對。我就扔下去了。好，看你放多少？我要放一點點就好。太少了啦，沒味道了。你滷東西沒有醬。多一點了。對，我有太有味道。不會啦，來，冰糖。冰糖全大，來，醬油1杯半，1杯半，對，好，好，米酒1杯半，苏梅姐有米酒，对，刚好是就1杯半，2杯，见过的2杯，那个这个，他是用这个，我们是要用倒在这里，还是要用那个盘？要用盘子啊，要拿一個大一點的。好。嗰種鐵白煮到唉，攞咩錢啊？蠻兄弟，應該要做乜嘅？啊，如果夠吃，反正老師都從軍都用，如果大家應該要做乜嘅2杯，好，2杯夠了。所以要用手本用手來煮。对，咱们煎2杯嘛，糯米2包嘛，這樣夠嗎？不夠，沒有關係，不夠，那我再倒。就慢慢加，慢慢加，加到那個顆粒這樣，已經有濕度就可以。好，那就這樣子這一塊，那個軟的給我，這太大塊。你前面的放到這個。後面的這些就沒有這個了，應該是一起拌在一起一起揉。哦，不會啊，也還好。本來才有點苦才對啊，是太苦了。不會一點點。這樣，因為你那麼多就不夠了。好，聽寶華老師的，謝謝。對拌水肚烘拿出一小塊，用一滾碌碌嘅嘢水肚燒比熟來，按到拌嘛。再個用一先前嘅拌水肚烘柴比夾來，也係會有 Q 有成硬嘅嘢。咪係愛料理出真正好食的蒜盤子的味道。這是像西上夫安尼吼，
对呀，长华华老师对不对？长出嘛，我这样子揉对不对？这样子贵才会 Q， 对不对？然后反过来放这边。嘿，老师放了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醒面，对好吧？放了哈，老师要醒几分钟啊10分钟就好？10分钟，你们看时间，10分钟告诉我。我满头大汗，满头大汗，我只能做这件事。会不是要煮咸的吗？我要煮咸，因为我想要做一半甜的耶，老师。甜美，咸汤呢要炒，什么是咸汤要炒料了？炒料了是吗？你们做不用腌了，要腌，加什么东西？一点糖，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。来这个哈，因为你有腌太白粉，要炒的时候加一点沙拉油，它才不会黏，才不会黏黏的。感谢老师哈。我要开始做酸盘子了。耶！它一个洞是等一下。你用软心的，哎，都细哩啊！刚刚你唔拉冰哦，吼，还会过杂盘的没？我10盘过来好。一粒粒的酸盘子准备要落锅了，喺滚水度天天的捧起来嘅用诶，看到眼感觉鬼满足。睇下一团节目度方，先生这个点出本等，看到大家引波引说，究竟系乜嘅功夫按等真得到？你的蛋要吃的滑嫩的话，加个鲜奶油。哦，它的蛋会嫩，然后有鲜奶油的味道，才会香。准备滑蛋喽！你讲啊，做下像战场中用，韩国还有人讲，伊在做下冇办法容纳量嘅什么嘢，更加有嘅，俺哋咁樣就唔是按亂過，更加總算過點錢一些，人家講非常嘅難定嘅，總算做得過2,000嘅來講法。穿越了總好生呢。对呀，出锅上菜，青红色的肚脐饭。以前我们无卡穷啊，就公园过节人就是下好的啊，就会做俩的传统的古早味的肚脐饭呐。俺妹全部俺就上起来的，就讲俩做的是咸，也做的是甜。酸盘子对玉梅太子来讲，係伊媽媽留本以前珍貴嘅回憶。今晡日做得大人從來唔知乜嘅係酸盤子嘅，也很多同學大家共下來重現客家媽媽嘅好美食，又含工業含基體老師度做生意嘅幾時嘅茶香，真正係個有意義、貴難聽病係嘅經驗。料理好酸盤子，茶香老雞髀未準備愛出菜嘅，大家搞數亂菜面有一下嘅，總算完成一擺嘅茶川創意料理。大家嘅心情對緊張轉變做感激，感謝寶華先生來教來聽書，接下來我請先生來上今晡日的作品了哦。謝謝寶華老師陪了我們整個下午，然後看了我們4個姐姐用茶入菜這件事。我的想象很簡單，因為我不太會煮菜，就是好像就是把茶葉放進去就好了，有那麼簡單嗎？其實沒有那麼簡單，每一道菜你茶葉放多少都有影響到它的口味。所以今天的這4位呢，雖然那個話太多一點了，但是技術還好一點啦哈。等一下我嘗試看看就可以跟他評分。對，先是我們的雞腿。茶香滷雞腿，老師點了個頭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然後是滑蛋，然後要個係酸盤子，炒米粉，很有含義的表情。好 ，OK。每一道老師的表情都很特別哦，所以心裡有個底了。
我认为啦，都有70分以上了。哦，那但是等一下，老师真正的奖评我们要压轴留到最后，因为呢，我们4个姐姐还有一些好朋友有来，所以我们让他们也吃吃看，看他们最后他们讲的跟老师会有没有什么不同，好不好 OK 好，那我们就请各位姐姐们久等了，开动，请来，请来。评审团开始吃食了，头一摆挑战用茶心来做出，交给到大家的口味么呢？唔知会得到用哪些评价呢？觉得怎么样？好吃，好，太好吃了。第一次吃到这个斗仔桂，很好吃，哦很 Q， 跟一般的那个桂啦，没有感。哦，不一样吗？还蛮 Q 的，香茶滑蛋，太香了，哦，超好吃，鸡腿很好吃，哎，真的哦，大饭店都吃不到的。哎，昨天他们是不是有给红包？我最喜欢吃客家人炒的米粉，香又好吃。哦，客家人最会煮菜啦。然后，那你的米粉炒的很好吃，那个滑蛋好滑好嫩。哦，大家对蛋都很有那个，对，哦，好吃，所以每一样都很好吃。每样都喜欢。所以老师刚刚的秘密武器好像真的有用哦。我哎，这个甜的也好吃哎。甜的也好吃吗？因为我们有吃过这个肚脐裤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它一般我们都吃咸的，它这个甜的感觉它味道也很好，它不会死甜的，它的汤还感觉它很顺利，很好喝。哦，有因为我也喜欢吃甜点，我觉得它这个汤很好喝，哦，真的。很 Q。我们今天啊，其实不只是有各位贵宾，还有一个神秘嘉宾，我来看他还在不在，要等很久。哒啦！玉妹姐，安迪，好累啊！这就是玉妹姐的孙嘞，现在是健美先生哦。如果你们需要捡回来，可以向他报名哦。哦，电话。好，我们你有没有吃过阿婆做的蒜盘子？蒜盘没有哦。没有。那来，这是特别来宾的那个待遇。你看我眼睛张多大？你很紧张吗，玉梅姐？眼睛张。可以讲吗？好。我觉得非常好吃，有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在吃甜的东西的时候，我阿嬷都会煮这个给我吃。哦，可是阿婆不是说没有做过吗？他是做其他的，但也是这种类米食类。对。哦，敢糖诶嘛，该讲讲。当然是亲欢喜啊！阿婆那么会做菜，那你小时候会跟她学吗？除了吃以外，你有跟她学做菜吗？哦，真的啊？但是我先看她做。哦。对。在旁边看。对，然后之后再自己尝试。哦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小时候可能不懂一些，就是可能小孩子嘛，可能觉得说我干嘛要做这种事情？对，长大的时候，等到我现在自己会料理的时候，我料理自己想吃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，其实我奶奶小时候要带给我的东西，就是希望说，我今天要吃什么，我可以自己用；我今天要去哪，我可以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去。特别想要感谢她的是，在我需要妈妈的这一段，她有给足了我许多的母爱，就可能别的妈妈都没有的东西，她有给我。去做下，有冇太子每不是应教伊的孙呢？当真系过用心，伊希望留本伊的子孙嘅料理，其实有一个成的之梦。好，大家刚刚都已经吃过一轮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要请大家给我们投个票，就是因为我们会希望这些玉妹姐她们希望可以做成食谱，可以传世的、传家的，所以想要问问大家，就如果你觉得这道菜有90分以上，你想要这个食谱回家做做看的，你就比赞，好不好？不要有同侪压力哦。来，我先算盘子。然后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然后炒米粉，赞哦，全部哎。认识茶香米粉得到最高票，
人为嘅茶心温暖，囤茶香，落嘅热嘅比，平平落得到5头，评审团完成体解团的大等了，加料理专家温用来讲呢。所以讲评之前，我们当然要请今天的4位西耶主仆出场，请4位主厨，玉妹姐来。好，4位厨师今天非常辛苦哈，可不可以老师跟我们讲评一下，你刚刚吃的感觉是什么？我先给这4位拍手，耶！真的是做吃的真的是很辛苦，他们尤其是家庭主妇，从年轻煮到现在上了年纪，还是动作那么灵活。但是呢，在我的眼里看呢，他们还是超我一大截。因为第一呢，环境不熟，我放的东西他们没有那么熟练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的所煮的4道菜呢，我是可以都打这个90分90分每一道吗？每一道90不是口味，是他们的精神。因为呢，这个口味呢有占1半我的心意在里面了。对，老师帮忙很多忙。是，所以它每一道菜呢特色就在哪里，都是用这个茶叶下去煮的。那其实今天呢，这4道我吃的口味不大重的，就是茶的味道没有出来。一般呢，你们在做这个料理的时候，不是茶叶下去煮，因为当你把泡茶泡浓一点，有些汤你可以用茶汁下去煮，那味道就不一样。对于20年来陆提做下陆无停嘅亚道做阿菩萨来讲，也只做出口很正经学家程度，未算系福建。其实伊能希望留下食谱，好同好米线传本后代子孙的精神，未讲通到爆发先生，伊还准备嘅小讲起哦。第一位罗玉妹同学结业证书，耶！其实我啊，这种不会做菜的人，我5个都想要食谱。麻烦你们还是认真一点把它写完，好不好？我还是想要真的，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好吃。这个第一次吃的很好，很 Q。以后我会自己做。今天的记载他说，尤其那个算盘子跟那个肚脐子啊。是不是？对，肚脐。那个我在写的时候，真的密密麻麻，很感恩，很感恩。有一个机会，大家在一起，真的是很棒。看到你们都好感动哦。对，在最感动就是我们同学这样有很合作啊，用心在做，好吃不好吃这个另外一回，就是团队精神。让我最感动。我们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在快乐无比。你对着我笑嘻嘻，我对着你笑哈哈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在快乐无比。没有练过，没有先练。该用安做料理，普通一般人哪有上爱都有东西呢？该两班爱同学讲到，哦，好高兴哦，说我的还好啊。我也是大家按人填法，给他们还没了解讲了做买东西耶，我的感觉就觉得哦，好好哦，好快乐哦。然后我们大家分摊哦，就讲按手脚摸hand切菜安人呐。就走了又走去，走了又走去，我就觉得食材很好玩快乐。同学讲，哎呦，罗妹妹，你那个酸盘子啊，好好吃的，我看他都跑3趟去装了。这个是妈妈祖传的肚脐板呐。真像规道喊做学生的时节用的，大家分工做好重要。无天日嘅过程并唔系按顺序，没有意见无相同的时节。不过伊能会相互接触，会团影响。事业姐姐是中心，优秀子慢慢地做，数米子细心细意睇嘅记录，
苏菲子则另有晓得，牛魔太子是喺种子会管全场，伊能相互配合、相互支持，最尾完成上系伊能嘅家传食谱，和团伊传到命路方去，而团也咪是世世代代传落下去。牛魔太子睇龙潭嘅茶叶巷成人状态，对四阿妹嘅到四妹落呢，到家人向太子到土顺呢，到啲嘅条南模未变拍嘅，一个睇做下如火顺，仲系会变魔术用嘅富人家人，用伊嘅人生盼嚟一场酒席。日的仲系一日天光一日暗，有一群熟识的30年嘅各种知卜朋友来共下完成呢，做得传承下去嘅食谱，也等真嘅成果，是系伊哋人生嘅好滋味。